講嘅經節祝福大家，可能今下自家裏行到按煩惱個途，按思想個途，唔係得自家挑選羅棚，我要嘅經節祝福大家。在呢個詩篇94、18節用講到，當我思想按到นึก按到煩思想個途，我腳要有痛。腳有痛意思也可以講，信心也有痛了，氣唔滿了，氣唔滿了，但係呢，踢翻反個圖，思想個圖，嗱，所以而家思想個圖一下，上帝講，加嘅恩典幫持自家，加嘅恩典甲自家同齊，所以呢，自家要思想反個圖，反惱個圖，而來上帝嘅面前，加嘅恩典。甲伊同齊，詩篇94、19節用講一下啲，係講我嘅煩惱增加多在我嘅心中裏的，上帝嘅恩惠，本自家嘅心中裏得到舒服，上帝嘅恩惠，本自家生命中得到舒服，得到平安，才讓人自家去求上帝，因為到在呢個詩篇50、15節用講自家啲，上帝講，當你白色之時，寫我，意思禱告甲我甲你撇走，我甲你同齊，我敬重你，我榮耀你，嗱，你都係要信心，甲一謙卑嘅心嚟到上帝嘅面前，當自家思想個途，煩惱個途，而嚟上帝嘅面前，佢甲你同齊，佢叫你，佢幫持你，一腳也唔係有痛。一信心也唔係有痛，一個心中你要得到舒服，一個生命又要得到平安，因為到上帝大家同齊，祝福大家要聽一堂嘅，阿門。